军情局有4位退役军官涉嫌替中国做间谍，有3个人被判刑，1个人无罪。其中退役少将张超莲被判刑1年6个月。全球暖化后面的气候监测机构指出，2024年的热天平均气温比去年较高0.23度，是地球有史以来上热的夏季。意大利半岛西部有一条众神之路，是传说中希腊众神留落来的步道。山甲海的美景嘛，吸引真侪民众去欣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咱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牵涉到金华城的弊案，互人羁押禁见。伊的牵手陈培基，搁在对外来强调讲，因无来源不明的财产金流。郭文德的3位律师嘛有去看守所研判，是准备要来提控告。因为民众党嘛有紧急召开应变会议，宣布要对抗绿色党国，礼拜嘛要招民众来上街头。裁定书里面提到说，你们把 LINE 的内容给删掉了。珊珊姐会不会支持这个抗告还清法？民众党主席郭文泰的太太陈培基，在立委黄珊珊的陪同之下，初6早起10点出现在台北看守所。郭文泰因为金华城案的风波，初5获8依裁定羁押禁见。陈培基特别准备回客菜含册，虽然讲无法度见到郭文泰本人，但陈培基嘛振作起来，表示讲两个人的心更加相活，会坚定捍卫郭文泰的清白。虽然没有办法去亲自见到他，但是我觉得我来这边，我觉得我自己的心跟他更近了。我不晓得说今天会因为他对市政府的那么的认真的一个工作的态度，会今天绕道导致他今天到这边来。针对外界质疑郭文泰和陈培基财产的来源不明，陈培基讲已经向检验调来说明，无任何一条钱来源不明。嘛讲郭文泰同羁押进前就出现感冒的镜头啊。对，我们都会协助安排看诊。律师今天会提抗告吗？郭文泰3个人的律师团正伫征召检察官陈清源，早起8点外大先去看守所来登记，和郭文泰律师面会2点钟了后离开。下午1点50分左右，另外2个律师就建议萧玉红嘛一前一后到看守所安排律见郭文泰，敢会提出控告，变作这场司法战的焦点。有想要先进一步说明吗？现在不方便。律师跟你为台湾的司法正义站出来。民进党嘛随召开紧急应变小组扩大会议，宣布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讲是要对抗绿色党国，找支持者去伫街下路。全国开讲的第一站，车北伫台北的济南路。柯文哲主席那一双曾经救人无数的双手，现在正被绿色的新党国铐上手铐。已经防羁押的新庆京看守所证实身体无爽快，介护就医。目前状况有了解吗？卫经集团初6嘛安排律师律见来了解详情。新庆京将台北市长裴振声、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的助理吴顺民对防羁押禁见不服，进前向高院来提起控告，结果出来啊，高院是驳回3个人的控告，羁押确定。另外应晓薇初6嘛已经提出羁押的控告。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一天去澎湖视察甲勉励官兵，还佫有颁发中秋的加菜金。赖清德表示，政府会做国军的目具，会精进营区的环境甲武器装备，而且嘛会减少无需要的事务制度，互官兵会当愈专注的训练。注意，8点钟方向，敌机列日距我方50公里。模拟敌人军机出现伫澎湖附近，陆军澎湖防卫指挥部航空连官兵随就定位，操作 DMS 双联装气舰飞弹，瞄准拍着目标。总统赖清德伫边仔看国军规套接阵的天数，视察防合作是台海防卫第一线，配 IDF 经国号战机的空军天驱部队。这是赖总统上任了后头一届去澎湖视察，嘛去海军定海营区去立地号飞弹巡航舰，透过广播向南顶的官兵发表谈话。大家长时间在海上执行战备以及巡弋任务，感谢各位辛勤的付出，也要请大家关照身边的伙伴，顺利执行每一项任务。赖总统发加菜金给部队，致辞的时阵感谢国军坚守任务，让百姓会当安心过中秋。强调政府会做国军的靠山，嘛讲到会以检核的思考，让官兵会当专心伫战训的本务。政府也会做国军的后盾，无论是营区生活环境，
或者是武器装备等等，我们都会持续精进，同时也会采用减法的思维，让大家可以更专注在战训本部上面。台船时代的使命就是国安，所以我们一次把7艘潜水艇的这个预算跟工期都摆在同一个计划里面。我那天在签这个公文的时候，我差一点起立站起来签，从来没有那么慎重的去看一个公文。行政院长杜永泰落南去高雄参访台船公司，讲政府已经核定占南国造计划，要在2025年至2038年这14年的期间，以2840亿的预算，调建7架新型占南量产舰，希望台船会当把这个责任担起来，提升咱国国防的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军情局有4位退役军官涉嫌互中国买手气，伫咧台湾发展组织甲收集情报。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依照国安法，甲3个人判刑，1个人判无罪。其中军情局的退役上校张超然，互人判上当，刑期1年6个月，专案1个月当上诉。你有去中国吗？有去。有受邀吗？谁邀请你去的？我是台湾第一个特务去大陆。过一下。就是天安门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大陆。法对媒体强调讲，伊是台湾头一个特务。张超然迄当中讲，1989年天安门事件，伊捌去中国收集情报，而且摕军情局的资金伫中国成立公司，以台商的身份来暗砍伊情报的工课。不过，刷起检方查出，包括张超然，拢总有4个军情局退休的军官，涉嫌叫中共的国安人员吸收，替中共发展组织收集情报。我想要说明一下，绝对无限啊！我说中国政府多少钱？根据检方起诉指出，张超然甲军情局退休的上校周天柱，涉嫌伫2013年退休了后，邀请军情局退休省部的上校，做伙去中国甲中共国安人员见面。2016年至2018年，2个人各找退休的少将，岳志忠去中国，3个人捌做伙去。岳志忠嘛捌单独甲中共的国安人员见面，交周天柱寄的物件。2016年甲2017年，张超然甲周天柱各一届甲军情局退休姓王的上校牵线，互伊去中国熟悉当地国安人员。台北地方法院初六宣判，因为违反国安法，判张超然1年6个月，周天柱1年2个月。岳志忠10个月有期徒刑，也若姓王退休的上校，因为罪嫌不足，方判无罪，这案还会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暖化一冬比一冬搁较热，伫咧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就指出，2024年的热天平均气温是比旧年较悬0.03度，这是地球有史以来上热的夏季。甚至伫咧美国加州已经要秋天啊，高温又悬过称到45度。另外，高温嘛常常引起欧洲、南美洲的国家来发生火烧山。美国加州的西蒙古国家公园的温度计边啊，游客翕相纪念。加坡附近嘛有高温警告的标示，受到气候变迁影响，全球暖化是愈来愈严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各半年气候变化服务上新的报告显示，全球2024年6月到8月3个月的夏季平均温度达到16.8度，比去年悬0.03度，是地球有历史以来上热的夏季。This was the warmest August and the warmest summer on record globally, and this is happening in a moment where, as we were discussing, El Niño is no longer the main driver. 去年年中线纪录上早只有到1940年，淹过美国、英国甲日本的气温监测纪录，为19世纪中期就开始。科学家指出，过去10冬的平均温度是定期1000年以来上热的10冬，更加可能是过去12万年以来上热的10冬。在着气候变迁的影响，极端气候更加明显。美国加州进入9月以后，当地初高出现华氏113度，等于是历史45度的高温纪录。好天气预报员警告，当地周报可能出现达到48度危险程度。You adjust your events. You go out at night or early morning. You try to avoid after 9:30 and before 6 o'clock at night. Usually sunset's better. 美国国家气象局佮对洛杉矶附近的农村地区发布红旗警告，提醒发生野火风险提悬。暂时南欧的西班牙、南美洲的厄瓜多加秘鲁嘛，拢因为温度真悬，引发严重的森林大火。公司新闻，但是董平一。
来关心美国的总统大选，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表示，伊若是当选，会重用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另外，罗西亚总统普廷阁调工讲互电脑饼，讲伊会来支持核禁令。因那美国有一位学者是号做李奇曼，伊对1984年开始到2070届的总统大选，有9摆拢互伊摇甲准。进前伫咧2016年，希拉蕊和川普咧竞选的时阵，伊就做出甲大部分的民调无共款的预测，认为是川普会选赢，结果嘛确实是川普当选。伫咧2020年嘛成功预测到拜登会选调总统。因那即届李奇曼是依照家己的13项关键指标来看，伊认为会是核禁令胜利。At the suggestion of Elon Musk, I will create a government efficiency commission tasked with conducting a complete financial and performance audit of the entir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making recommendations for drastic reforms. 川普初五伫纽约一场演说内面，在讲经济政策，除了宣示当选了后会动用马斯克，对联邦政府进行全面审计和改革，嘛强调会甲美国生产的企业税率对1%降到15%，佮会撤销拜登政府降低通膨发出的资金。伊嘛大骂这个法案主导的列宁政策都是一场骗局。另外，伊嘛重申爱来重视加密货币，伫联邦土地成立计税区，鼓励大家来起新厝，而且增加关税，促进国内的制造业。华尔街日报的民调显示讲，伫处理经济和通膨的问题顶悬，川普拢是领先贺锦丽。伫过去10届的大选，有9摆拢讲甲正准的美利坚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奇曼，搁一摆预告今年大选的结果。Kamala Harris will become the first woma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李奇曼的预测模式是以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现任优势和个人迷人的所在等等13个关键因素，做是非题来判断。结果贺锦丽是赢8项，像是和川普关系真好的罗西亚总统普廷，初五接受访问的时阵，是故意电脑边在讲话。伊讲伫这场美国大选内面支持拜登推荐的贺锦丽，佮故意去学了贺锦丽的笑声是充满感染力。白宫是呼吁普廷停止干预美国的选举。顶个月，乌克兰是毒袭罗西亚的库斯科州，下境控制一寡庄仔头了后，中本地讲无可能和基辅和谈的普丁，即马说讲已经准备好啊。эфемерных там требований, да, на основе те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согласованы и фактически парафированы в Стамбуле. 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委内瑞拉7月总统大选是充满争议，当局下令镇压示威者。反映这礼拜个批准针对反对派候选人贡萨雷兹的逮捕令，目前嘛有几啊位反对派领袖去受到政府的对杀。也因为这届选举的争议真大，世界各国拢唔承认现任的总统马杜罗选赢连任，就连美国甚至个列出制裁名单。委内瑞拉今年7月总统大选结果充满争议，官方公布结果认定，现任总统马杜罗险胜原本选前声势真悬的反对派候选人贡萨雷斯，引发民众大规模示威。政府选后随即下令镇压示威者。这礼拜早前，更加对贡萨雷斯发出逮捕令，指控伊假造文件，并且犯下甲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De tal manera que las citaciones realizadas al señor González Urrutia para ser entrevistado están perfectamente ajustadas a derecho y son necesarias para proseguir la investigación. Al negarse a acudir, el señor González Urrutia está, como dijimos. 大选了后，反对派网站发布的计票结果显示，贡萨雷斯得到压倒性胜利。提出检方发出3张的团票，要求贡萨雷斯出面来作证。不过，贡萨雷斯到即阵并无参与。加伫批中讲，网站公布的计票结果并无影响选举委员会权力。伊的律师进前是提交一份书面的证词，强调贡萨雷斯并无违反法律，检方所讲的罪行甲伊无关系。并且证实贡萨雷斯即阵无伫家己的住所，不过也无打算要请求一个政治的庇护。Las declaraciones que se pudieron observar el día de hoy, quedó de manifiesto claro que Edmundo González Urrutia no cuenta con garantías constitucionales suficientes para acudir al Ministerio Público, porque no va a recibir del Ministerio Público
委内瑞拉选举机构长期甲政治权力有真深的瓜葛。贡萨雷斯的逮捕令引发美国、加拿大、巴西等民主国家广泛的谴责。这些国家讲会伫全面公布选举计票结果进前，未承认马杜罗当选。美国是拍算对马杜罗来施加压力，就已经草拟一份制裁名单，列出的对象包含大约60名委内瑞拉的官员甲因的亲属。公视新闻牛眼编译。来看法国总统马克宏宣布由73岁巴尼耶来做因新的总理，这嘛是法国有史以来上老的总理。马克宏希望巴尼耶资历会当来改变法国的政治局势。由法国总理办公室马田用副准备甲要上任的总理艾塔尔来交接。法国新任总理会由73岁正大老将巴尼耶来担任，伊是第5共和年岁上大的总理。伊就说要解决法国人的愤怒甲不满。Et je vais m'y atteler dès ce soir. Du respect aussi vis-à-vis des partenaires sociaux, des partenaires économiques, et puis vis-à-vis des élus locaux, qui font partie de ce tissu républicain qui est à notre honneur et à leur honneur sur le terrain. 法国国会改选要60天，伫经过将近2礼拜正式甲非正式参详了后，法国总统马克宏总算确定总理人选，又邀请后排巴尼耶时代高乐主席支持者，捌做过4任卫国部长、国会议员甲2任欧盟执委，佫是欧盟负责英国脱欧的首席谈判代表。不过，伊自2021年想要争取法国共和党提名参选总统，挑战马克宏，主张对移民加强限制，不过失败。马克宏希望透过伊的资料。拍破复杂政治问题，不过国会第一大势力的组合联名新自民定线，讲要抵制新政府，可以压迫上阵，都爱面对考验。C'est vrai qu'il a un rôle ambigu. Il est intervenu énormément sur le Brexit et notamment sur la position de la France. Je dirais que quelque part, il va être. On est dans l'interrogation. Qu'est-ce qu'il va faire et comment il va le faire? 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兰讲，巴尼耶中心为欧洲甲法国利益来想。德国总理肖兹、英国首相施凯尔、爱尔兰总理哈里斯甲意大利卢森堡等讲，拢发文表达祝福。巴尼耶上任了后，上重要是结合可能合作的朋友，来抗衡新自民定线甲极右派国民联盟。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伫咧意大利半岛西部有一条古老的步道，名正气派，号做众神之路。这是传说中希腊众神为着要救英雄尤里西斯所留落来的步道。当地是正严格咧维护环境，这条充满历史意涵的步道，嘛，互人讲一生一定爱去过一摆。行石腿登一弯，就看到美丽纳色的蒂勒尼安海景。意大利半岛西部伫阿马菲甲索伦托之间有一条古老的步道，短短5公里，都几啊百年历史的记忆。这条古道有一个美丽名字——众神之路。起源伫荷马史诗、奥德赛传说当中，希腊众神为拯救尤利西斯免受海妖怪声的威胁，破开阿马菲山丘，留来这条痕迹。L'elemento principale sia questo paesaggio della costiera che si spinge verso Capri, verso i faraglioni, verso il mare, il cielo che si confonde con il mare. Diciamo che questo è il tratto principale del Sentiero degli Dei. 众神之路比海平面悬630公尺，路是真歹行。过去是放羊的人甲农民通行便道，即马来往遮是真侪游客。众神之路已经是全球出名的观光步道，互真侪旅游网站甲册列为这一世人一定爱去的景点。每年3到10月是经行大会，平均逐工有数百游客来遮，为就是要看山海合璧、人神共存的传奇景观。I mean, we feel privileged to be here, I guess, to see this scenery. It's like a goddess, really beautiful. It's amazing, yeah. It's breathtaking. Yeah, it'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places we've seen. 众神之路的历史甲山林灵量，无论是在地人或者是游客，拢有真深的体验。行一摆古道，享受甲大自然合一的身心安宁。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来自北欧的维京人是较早放假北海小英雄的原型。这阵流行的冰与火之歌、权力游戏、甲维京人传奇这影视作品，嘛是吸引愈侪观众去到丹麦西兰岛，要来参观维京时代的历史古迹特雷勒城堡。
对无人机所翕的画面，会当看到这个古城堡的围领，外形是正圆形，对4个城门入去城堡内面，落入起来角度是90度，城内围做4个部分，完全拢对称。这种特别的设计，也正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伫2023年甲丹麦境内5个这种异形城堡列做世界遗产的主要原因。 There's a lot of round fortresses around the world, but there's none like the 5 that has been discovered in Denmark, which are completely symmetrical, as you can see there. 这款造型正特别的城堡，起源自公元第10世纪。迄当阵北欧也未形成现代国家，而是一种散散的部落联盟。自从第8到第11世纪，才大幅度向外扩张。历史上该叫做维京时代。 这款来自北欧结合着探险家、海贼，一个战士的族群，一般统称叫做维京人。公元980年，就以荷人叫做哈拉尔1世国王统治即卖丹麦甲挪威，伊下令建造这种异形的城堡。伫咧丹麦西南岛上的这座，迄当阵是以运河加达贝尔特海峡连接，等于是控制波罗的海到北大西洋的出海口，战略价值正悬。 It's just wonderful to be here and think that people have been living and fighting and working here for so many years. In our area in Norway, there is a lot of Viking history, and we have never been here to Trelleborg before, so we decided to stop here and have a look. 根据古迹管理单位估计，在过去10年之间，因为特雷勒堡异形城堡的重建，到当地访问的外来观光客。 自每年29000人增加到75000人，其中2023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了，游客人数增加幅度到65%，这就是美国的冰加火之歌权力游戏，一个加拿大维京人传奇这款电视影集所描述的维京文化并无啥精准，也毋也互这款维京时代伟大的人气加称正悬。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 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